32岁时因肾衰竭，吴小姐开始洗肾。患病后没有生活品质的日子，一度让她几乎放弃。然而17年前的一通电话，拯救了她的人生。重生后一直心怀感恩捐赠者的大爱，现在她以亲身经历支持器官捐赠。肾脏移植我移植了17年，我很感谢奇美医院医疗团队、移植医疗团队帮助我，让我重生。我现在就是也很感谢捐赠者，天上的小天使，我很感谢他，很感谢他的家人，大爱无私的奉献让我重生，所以我会很健康、很快乐、勇敢的、很努力的生活。我等了11年，我才等到新的肾脏让我重生，然后我真的很谢谢大爱，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，然后也很谢谢那个奇美医院的那个团体，然后帮我重生这样子。不是医生也能救人一命。奇美医院医疗副院长田宇峰呼吁，健保卡上留爱，让希望永不凋零。这个礼拜呢，是我们全国的器官捐赠的宣导周。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呢，可以再次呼吁我们社会大众对器官捐赠的认同。那只要认同这样的理念，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勇敢地签出这个器官捐赠的同意书。那让这份大爱可以透过具体的行动，可以具体来实现。根据统计资料显示，台湾目前等候器官人数约11259人。虽然每年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响应器官捐赠，但实际上能成功配对并完成移植人属少数，还有许多病人仍在等待一线生机。台湾目前来讲有11000多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。那很多都是在等待中，因为没有器官的移植呢，而失去了生命。那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惋惜的事情。那所以我们这边特别呼吁利用这样的机会，大家把这个器官捐赠的同意书把它签署。那我们日后真的在需要器官捐赠的那一刻呢，我们的家人呢，也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意愿的表达，可以代为决定，让这个大爱可以具体的实现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响应器官捐赠的活动。奇美医院医疗副院长田宇峰表示，每一位完成器官捐赠注记的人，都是在传递希望的使者。今天的决定，可能是明天他人生命的延续。呼吁民众响应器官捐赠注记，用行动写下大爱篇章，成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